出来及记第26章会幕。你得用18布做会幕，这个布是用所价的幼麻、橄榄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织的，顶面得用真油的手炉手机炉壁。每把布长着12公尺，宽2公尺，台北的寸尺拢相款。得将5把布接做一组，另外5把嘛着安尼。搁伫逐组3接的布路尾迄边的边仔，着做蓝色的柳环。着伫这组布做50个柳环，伫第2组布路尾迄边的边仔嘛做50个柳环。2组的柳环拢着两个相对，搁着做50个金钩仔，用钩仔将2组布连做伙，成做一个会幕。你得用山羊毛织11巴掌，做嵌会幕的布棚。每巴掌长13公尺，宽2公尺，11巴个寸尺拢相款。得将5巴掌连做一组，另外6巴嘛连做一组。迄个第6巴的一半着垂落伫布棚的头前。伫逐组相接的丈路尾迄边的边仔，着做50个柳环，搁着做50个重的钩仔交伫柳环，互布棚连做一个。布棚的丈加出来迄半巴，着垂伫会幕的后面。嵌会幕的布棚两边加出来50公分，着垂伫会幕的双边。你得用染做红色的羊角的皮嵌布棚。佮用上好的皮嵌伫上顶面。你得用金合帆木做会幕的壁板，壁板着长4公尺，宽66公分。逐块板着有2个榫通3接。会幕所有的板拢着照安尼做。南边的壁板着做20块，这20块板的下面着做40个圆的座。逐块板的下面有2个孔通倒印的榫。会幕的第2面就是北边，嘛着做20块壁板，甲40个圆的座。逐块板的下面有2个孔。会幕的后面就是西边，着做6块板。会幕后面的角头着做2块板，下面踢开，顶面3连直到顶面第1个环。两边拢是安尼。要做角头的路用，着有8块板甲16个圆的座，逐块板的下面有2个榫孔。你得用金合帆木做环拱，南边甲北边各5支，会幕的后面就是西边嘛5支。壁板对中迄支环拱，着对这头通到迄头。壁板着用金包底。佮做金环通套环拱，环拱嘛着用金包。你着照我伫山顶指示你的款式，甲会幕搭起来。你得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甲所价的幼麻织丈梨。一个丈梨着用真油的手炉手机炉壁。你得用金合帆木做4支条，用金包底，佮有金钩仔。条倒伫4个有榫孔的圆的座顶面，丈梨着吊伫金钩仔。你着将约柜放入丈梨内。这个丈梨是为着恁将圣所甲至圣所隔开，搁着将施温座安伫至圣所内面的约柜顶面。你着将摆献祭的饼的桌下伫丈梨外面的北边。顶台下伫南边，甲桌相对。你得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甲所价的幼麻，用刺绣的手炉做会幕的门篱。得用金合帆木做5支条吊门篱。条得用金包底，条的钩仔得用纯金做，搁得为条铸5个有榫孔的铜的座。